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啊！我而家身處嘅係太康之家滇園，昆明呢個四季如春嘅花都春城。滇園呢，佢係位於雲南省昆明市呈貢區景明北路2222號，佢距離地鐵1號線 CD 出口大概300米，高鐵嘅話亦都係近昆明南站3公里。你睇下呢度氣派大門、明亮大堂，呢度仲有老友記喺度彈緊琴㗎。玻璃穹頂嘅四季花廳，出嚟戶外仲可以聞到花香，有門球場啦，仲有超大嘅一個戶外活動空間。食完晚飯之後，我哋呢就喺房間度打卡，然之後出嚟戶外嘅2樓人行天橋，你睇下呢度開滿晒鮮花，仲有超靚嘅日落景色啊！一步一景，日日都好似住度假酒店咁樣。春城昆明全年20度左右，空氣清新，陽光充足，四季有花。對香港同華僑長輩嚟講，簡直就係避寒避暑、遠離潮濕同埋霧霾，最適合不過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